大家好，我是悠悠先生。今日我教大家摇摆舞。大家好，我是悠悠老师，今天要继续教大家摇摆舞哦。好，我们第一个动作会是我们的复习一下，之前有教过，可是你可能之前没有学过，没关系，我们今天再学一次 ball change。ball change， 等一下的动作会是长这个样子的 kick ball change， 所以我们在 ball change 前面加一个 kick， 加一个 t。我们先试试看 ball change。ball change 就像是骑马舞一样，右左右左，在前面加一个 t， 就会是 kick ball change。kick ball change，t 踩踩 ，t 踩踩，这个就是我们的 kick ball change 的动作。左边也试试看，左边 t， 接下来会变成左右，左右，右脚试试看，右左，左右。当我在 t 的时候，T 会把自己的身体有点拉起来一点点，再掉下来。T 的时候，身体拉高一点点，掉下来；身体拉高一点点，掉下来。左边掉下来，它的拍子是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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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2拍之内呢，就要结束我们的 kick ball change。2拍之内要跳3步，1、2、3，1、2、3。其实它是1 and 2，1 and 2，2拍之内要做3件事情。第一个是 T， 接下来是踩踩 ，T 踩踩，左边 T 踩踩，再一次右边是 T 踩踩，左边踩踩，数拍子1 and 2，1 and 2，右左，左右。好，我们背面试试看哦。右脚先，右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右。上半身可以再放松一点。再一次，我们上半身可以放松很多很多。下半身呢，就是我们的 T 踩踩，也是放轻松，踩踩 T 踩踩 T 踩踩。我们刚刚前面有 T 做了很多，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小小的变化，会是我们的 tap， 用我们的脚尖轻点一下我们的地板。看这个动作叫做 tap ball change， 多了一个 tap， 多了一个轻点地板的动作。所以左脚也可以试试看，左脚帮我轻点一下地板是 tap， 试试看哦 ，tap tap ball change。右脚是 tap， 右左，左脚再一次，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很好哦。所以呢，右脚再帮我做一次 kick ball change， 右左换左边，左右，右左右。小小的变化就是我们的 tap ball change， 用我们的脚尖轻点地板，脚尖轻点，脚尖 ball change， 脚尖 ball change， 脚尖 ball change。记得我们的拍子都会是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试试看背面来一次，右脚帮我踢踩踩，左边踢踩踩。右脚帮我 tap， 轻点地板，右左，左脚也是左右。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先试着跟着音乐来一次看看哦。很好，我们音乐很好听，来跟着音乐一起摇摆。1、2、3、
4，踢踩踩，等一下哦，1、2、3、4，踢踩踩，1、2、3、4，踢踩踩，1、2、3、4，踢踩踩，1、2、3、4，再一次哦，左脚踢踩踩，1、2、3、4。1、2、3、4，再一次哦。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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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试试看。1、2、3、4，1、2、3、4，1、2、3、4，1、2、3、4。好，我们试试看我们的 tap ball chain， 试一次哦。好，我们右脚，5、6、7、8。1、2、3、4，1、2、3、4，1、2、3、4，1、2、3、4，背面试试看，跟着音乐，1、2、3、4， tap ball chain。1、2、3、4， tap ball chain。1、2、3、4，1、2、3、4。好的，好，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节拍，就不用音乐喽。跟着我们的节拍往下面一个动作，刚刚做的是我们的 key ball chain，key ball chain。接下来跟 key ball chain 的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像，只是我们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是踢踩踩，在第2个踩的时候，帮我脚交叉，做慢一点试试看，踢踩踩，跟刚刚的 kick ball chain 是很像的，只是我们做踢踩踩，第2个踩的时候，先帮我左脚交叉。没错，是脚交叉，所以再做一次哦，慢一点，踢踩踩，左边也试试看，左脚直接踢，因为现在的重心在我们的右脚，左脚帮我踢踩踩，第2个踩一样是另一只脚，也就是我们的右脚放在我们的左脚前面，这样连续做一次，踢踩踩，左脚直接踢，右脚是重心，踢踩踩，左脚是重心，右脚直接踢，踢踩踩，左脚踢，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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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背面来一次哦。右脚踢，踢踩踩，左脚踢，踢踩踩，很好。右脚踢，踢踩踩，踢踩踩。刚刚有说，就是我们的节奏会是哒哒啦哒哒啦，所以我们加一点快一点的感觉，会是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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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跟着音乐来一次哦。好，跟着我们的音乐很轻松。5、6、7、8，踢踩踩。5、6、7、8。5、6、7、8。5、6、7、8。5、6、7、8。背面试试看。5、6、7、8。5、6、7、8。5、6、7、8。
5、6、7、8。5、6、7、8。5、6、7、8。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动作。我们教了有 key ball change、key ball change， 还有我们的小小的变化就是我们的 tap ball change、tap ball change。接下来就是比较难的是我们的 key ball change， 再加上我们有一点脚交叉，所以是另一只脚是踢踩踩，会是交叉脚，会是踢交叉踢交叉踢交叉。好，背面来一次。我们今天教的是踢踩踩踢踩踩，小小的变化 tap ball change tap ball change。接下来是我们的踢，但是要交叉踢踩踩踢踩踩。脚交叉这个动作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 scissor kick， 就是我们的剪刀脚的意思哦。所以 kick 像个剪刀，踢踩踩踢踩踩踢踩踩。好，我们最后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好吗？很好哦，加油！脚交叉，好，背面试试看。好的，我们今天先教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很休息一下。那等继续来跳摇摆舞，大家我们继续来跳我们的摇摆舞哦。好，我们刚刚有教 key ball change，key ball change。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角度换成其他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在做我们的 kick ball change。我们的右脚往你的10点钟方向踢，再一次哦，踢，一样是刚刚的踢，但是我们会变10点钟的方向，所以是你自己的左边，你自己的10点钟的方向，踢踩踩，先习惯踩踩，踢踩踩，踢踩踩，背面试试看，右脚踢自己的10点钟方向，踢踩踩，踢踩踩。接下来我们要教的动作叫做 Apple Jack， 苹果杰克。所以我们右脚呢踢踩踩，在第2个踩的时候，帮我左脚的膝盖放在右脚的膝盖前面，把它藏起来。左脚膝盖把你的右脚膝盖藏住，所以等一下看起来会是踢踩踩，在第2个踩的时候，帮我藏住你的膝盖。再一次哦。踢踩踩，好，这个姿势再一次，踢踩踩，再慢一点试试看，我们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再一次试试看哦，踢踩踩，第2个踩的时候，左脚膝盖藏到右脚膝盖，我们背面来一次，右脚10点钟方向踢踢踩，藏住膝盖。右脚再踢一次，踢，藏住膝盖，做快一点点，踢，踩踩，踢，踩踩，踢，踩踩。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动作是踢，踩踩完，我们继续踩，但是呢，我们的右脚会变在左边的膝盖上面，每一次踩的时候都会藏住。会藏住膝盖，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帮我踩这个动作，所以我先不加膝盖的动作，我们直接踩就可以了。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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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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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节奏我们再熟悉一下下，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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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背面来一次，踢踩踩踩踩踩，像走路一样，踢踩走路踩踩踩，像走路一样的轻松。右脚再一次踢踩走路，很轻松哦。再一次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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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脚踢踩踩踩踩踩踩踩。这个动作叫做 Apple Jack。所以刚刚已经熟悉了我们走路的习惯、走路的姿势，还有走路的节奏，加上我们的膝盖试试看，在我们每一次踩的时候，膝盖会叠上去，但是要帮我注意，都还是要踩哦。再做一次，整个加起来是踢踩藏住膝盖，但是还是要维持我们的踏步。再一次哦，踢踩藏膝盖。再一次踢踩踩踩踩踩藏膝盖，踢踩踩踩踩踩。好，塔卡做到动后哦，我们背面来一次，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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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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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如果跟着音乐，我们很特别的是，帮我在踢的时候是在我们节奏的第8拍，所以等一下会是5、6、7、8，5、6、7、8，5、6、7、8，5、6、7、8。所以我会在第8拍的时候帮我做一个踢的动作，背面试试看，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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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们 Apple Jack 的动作，但是帮我加一个手。当我在做踢的时候呢，踢的时候帮我拍手踢。所以在第8拍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拍手以及做我们踢的动作。来看一次哦，5、6、7、8，5、6、7、8，5、6、7、8，5、6、7、8。上半身也是放轻松。卡卡做到动后哦，加油！好，背面来一次，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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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的动作 Apple Jack， 我们会前面做一次，左边再转向，然后会用我们的背面，还有我们的右边，最后会回到我们的正面，会总共做4次哦。好，等一下我数拍来一次，第一次会是左边，第2次会是我们的后面，第3次是我们的右边，最后一次会回到我们的正面来。好，我们做一次，5、6、7、8。5、6、7、8，5、6、7、8，5、6、7、8。好，以上就是我们 Apple Jack 的动作，我们跟着音乐试试看哦。
5、6、7、8，很轻松。8、5、6、7、8，5、6、7、8。再一次哦，5、6、7、8。最后一次。很好，泰卡做做动后，好，以上就是我们 Apple Jack， 刚刚是左边、后面、右边以及我们的前面会做一次。好，我们接下来教最后一个动作，叫做我们的 Shorty George。Shorty George 这个动作一样，前面会加我们的踢、踩、踩，一样也是走路。等一下我们节奏先试试看，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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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节奏，只是角度有一点点不一样。踢的时候一样，帮我往你的右边踢，踢踩踩。这次的踩呢有一点不一样，左边的膝盖会藏住右边的膝盖，并且膝盖会弯。再一次哦，踢踩踩，左边的膝盖藏住右边的膝盖，然后膝盖的方向帮我朝向你自己的10点钟方向，就是你的左手边。试试看哦，这个动作可能会有一点点酸，那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做踢踩走路，踢踩走路。但是我们就是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走路就好了，一样帮我在右脚踢的时候踢在我们的第8拍，1AM1。好，我们是第8拍开始哦，所以我会是5、6、7、8。很好，第8拍哦，记得，所以是5、6、7、8。后面就是走路而已。那等一下呢，再试试看，帮我膝盖弯在走路的时候呢，每一次走路都会藏后面的膝盖。记得我们的角度10点钟，膝盖10点钟，在右脚踏出去的时候变成膝盖是2点钟。再一次哦，节奏是不变的。来，膝盖是帮我维持在你的10点钟，右脚踏出去2点钟的方向，左脚再踏出去10点钟，右脚踏出去2点钟。我们快一点点试试看，整个连起来呢会是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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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哦，踢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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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做不到我们的膝盖的角度的话，我们就直接做踢踩走路，踢踩走路，这样就可以咯。好，我们跟着音乐试试看。很好，5、6、7、8。再一次哦，我们连续。如果不行，我们就走路就好了。5、6、7、8。5、6、7、8。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摇摆舞教学。希望大家咱们来聊。